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新聞大排檔啊！當年憑住呢個 3D 三級神作《3D 肉蒲團之極樂寶鑑》一脫成名，轟動全港嘅性感女神雷海欣。呢家42歲啦。自從結婚之後，2017年誕下愛仔 Yes 之後就銷聲匿跡。正當大眾以為佢會繼續安享呢個少奶奶生活嘅時候，近日佢喺社交平台上載有一段令人哇哦嘅片段，昔日嘅性感尤物，今日竟然打扮樸素，手握方向盤喺路上行駛，揸的士喎！網民話我要截車，我哋一齊睇睇新聞詳細嘅內容。唔該晒大排檔主持，歡迎大家再次返嚟大排檔。開始前請大家訂閱同讚好呢條影片，有意見歡迎下面留言，唔該晒。各位觀眾朋友，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呢單嘢真係聽到都覺得驚訝。話說當年憑藉 3D 三級巨作《3D 肉蒲團之極樂寶鑑》轟動全港嘅性感女神雷海欣，神隱多年之後竟然轉行揸的士，佢成功考取的士牌，打扮樸素上路，仲要霸氣回應外界對女司機嘅偏見。你哋男人好叻咩？你哋撞車抄牌比率低啲先評論 please。呢個消息一出，即時勾起無數網民對佢當年經典電影嘅集體回憶。留言區變成大型集體抽水現場。今日大排檔就同大家詳細講下呢個最美的士司機故事，了解佢嘅轉行經過，再睇下網民嘅搞笑反應，最後做個總結。首先同大家講下雷海欣嘅近況。雷海欣今年42歲，當年憑借 3D 肉蒲團之極樂寶鑑一脫成名，轟動全港。不過佢喺認識咗經營小巴及的士生意嘅富二代陳志聰之後，就決定結婚，並於2017年誕下愛仔 Jax。之後逐漸淡出娛樂圈，過住相夫教子嘅生活。正當大眾以為佢會繼續安穩咁享受少奶奶生活嘅時候，近日佢卻喺社交平台上載咗一段令人驚呼連連嘅影片，昔日嘅性感尤物，如今竟打扮樸素，手握方向盤喺路上行駛。原來雷海欣已經成功考取的士牌，正式轉行成為一位的士司機。喺佢分享嘅最新短片中，佢頭戴紫色鴨舌帽，面上假住太陽眼鏡，身穿樸素便服，一臉專注咁手握方向盤喺路上馳。成為新手的士司機嘅雷海欣留言：哪一件係女司機？又有好多人會話手車好似唔得㗎，見到就好危險。你哋男人好叻咩？你哋撞車抄牌比率低啲先。評論 please。唔該晒呢番說話，霸氣回應外界對女司機嘅偏見，獲得唔少網民讚好。事實上，佢對呢份新事業早有預謀。舊年佢就曾經貼出的士司機職前課程嘅筆記，當時仲幽默寫道：8小時後又8小時，唔知我 pass 唔 pass 呢？如今影片一出，證實佢已順利斬4關，成功考獲的士牌。雖然佢自謙係新手上路，但天生麗質難自棄。有粉絲一見到影片紛紛驚呼，仲諗緊呢個的士司機咁靚女，即刻望一望個 ID 才知道。呢個消息一出，隨即勾起無數網民對佢當年經典電影嘅集體回憶。留言區瞬間演變成大型集體抽水現場，網民紛紛留低爆笑評論，好想坐極樂老人車，見到你驚會爆炸，有陰影會唔會人體爆炸？面對網民們極具創意嘅調侃，雷海欣展現出超高情商與幽默感，親自回覆笑稱：如果人體爆炸，咁就上新聞啦。此外，當被問到係咪只喺拍戲嘅時候，佢亦都大方喊話拍戲可以揾我。雷海欣雖然嫁入豪門，老公開的士小巴公司，但佢並非百無聊賴。佢透露自己從小嘅心願就係當個家庭主婦，對兒子更加係寸步不離。淡出幕前呢啲年，佢非但冇與社會脫節，反而積極增值自己。佢近年瘋狂迷上瑜伽，憑住驚人毅力練出健美身段，甚至成功考獲瑜伽導師牌。成個人比起當年拍戲嘅時候更加清減健康，狀態大勇。呢單新聞一出，網民嘅反應非常熱烈。有網民讚佢真係好叻。由性感女神變身的士司機，仲要考埋瑜伽導師牌，亦都有網民笑稱呢個係咪全港最靚嘅的士司機？有網民就話佢嘅回應好有霸氣，女司機唔一定揸㗎。
有網民就搞笑留言：如果見到佢嘅的士，一定會截。有網民就回憶，當年玉蒲團真係經典，估唔到佢而家轉行揸的士。有網民就祝福，希望佢新的士司機生涯順利，安全第一。大排檔分析一下呢個故事背後嘅幾個意義。第一，性別偏見嘅打破。雷海恩霸氣回應外界對女司機嘅偏見，指出男性司機嘅撞車抄牌比率未必低過女性。呢番說話挑戰咗社會對女司機嘅刻板印象。其實駕駛能力同性別無關，最重要係技術同態度。第二，轉行嘅勇氣。由娛樂圈性感女神轉行做的士司機，呢個轉變非常大。雷海恩放下昔日光環，選擇一份平凡但踏實嘅工作，呢種勇氣值得敬佩。佢嘅故事證明人生有無限可能，唔需要被過去嘅身份限制。第三，積極嘅生活態度。雷海恩淡出幕前之後，並冇停止學習，反而考獲瑜伽導師牌，而家仲考的士牌。佢嘅積極態度展示咗一個人即使離開咗原本嘅行業，仍然可以不斷增值自己，發掘新嘅可能。係第四，網民嘅幽默文化。網民對雷海恩嘅集體抽水，雖然係搞笑，但其實都係一種懷念同喜愛。佢哋用幽默嘅方式表達對佢當年作品嘅回憶。雷海恩能夠大方回應，展現咗佢嘅高情商。大排檔總結一下，雷海恩由性感女神轉行揸的士，打扮樸素上路，霸氣回應性別偏見，獲得網民一致好評。佢嘅故事展示咗轉行嘅勇氣同積極嘅生活態度。網民嘅搞笑留言亦都為呢單新聞增添咗不少趣味。為最後，大排檔想講，職業冇分貴賤，最重要係自己做得開心。雷海恩選擇做的士司機，證明咗佢踏實同努力嘅一面。如果大家喺街上見到佢嘅的士，不妨俾個 like 佢，支持下呢位最美的士司機。唔該晒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咁先唔會錯過大排檔下一次嘅精彩分析。有意見歡迎下面留言。你覺得雷海恩轉行揸的士夠唔夠勇氣？你對女司機有咩睇法？歡迎同我哋分享。我哋下次再傾，拜拜。